大家好，我係杜文步。今日2026年8月10號星期一。今日我哋比較下香港中小銀行嘅港幣、美金、人民幣嗰個定期存款利息。我哋先睇一睇翻嗰個第一間大眾銀行香港啊，港幣嘅定存咧就最後更新時間就係今日嘅10:32。咁我哋睇到咧，低過港幣10萬蚊，3個月有2.6厘啊，唔錯啦。6個月2.7厘，12個月2.9厘。咁比起上個月咧就係升咗少少啊。咁啊，今個月咧就如果係12個月嘅港幣咧，差唔多嚟到3厘啊。跟住外幣美金啦，啊，3個月咧就有3.375厘啊，6個月3.8厘，12個月3.9厘。哇！呢個大眾咧美金個利息始終係比較高啲啊，我好中意將啲美金擺落去佢間銀行啊，因為相比起咧佢啲利息咧對嚟講比較好啲啊。咁我哋睇睇個人民幣啦，嗱，人民幣咧就係3個月先至得個0.9厘，6個月1厘啊，12個月都係得個1厘啊。咁啊，相對嚟講，人民幣始終係唔着數啊。即係如果係我咧，肯定換翻港幣或者係美金做呢個定期比較好啲啊。跟住第二間啦，咁我哋睇一睇咧，就係招商永隆銀行啊。招商永隆銀行咧，大家睇到嗰個定期嘅更新時間就係今日嘅10:40啊。咁我哋首先睇一睇嗰個1萬蚊至到499999蚊，3個月咧，分我做0.25厘，手機做咧就係1.9厘。咁啊，6個月咧，分行做0.25厘，手機做1.95厘；12個月咧，分行做0.25厘，手機做1.95厘。咁佢就有24個月嘅，咁但係咧就24個月嗰個港幣咧，哇，低得可憐啊，得個0.15厘啊，即係不要也罷啊。咁啊，跟住咧，我哋睇一睇個美金啦，啊，更新時間都係今日。咁啊，1000蚊至到49,999蚊，3個月分我做1厘，手機做3.1厘；6個月分我做1厘，手機做3.05厘；12個月分我做呢個1厘，手機做2.8厘啊。咁你睇翻24個月咧，仲低過港紙啊，嗰個美金嘅定期啊，都係咁講啦，不做也罷啊。即係如果24個月嚟講，咁啊都係揀最好嘅12個月啦。好啦，跟住人民幣啊，人民幣咧就係3個月分我做0.45厘，手機做0.85厘；6個月分我做0.45厘，手機做0.9厘；12個月分我做0.45厘，手機做0.9厘。咁我哋睇到咧，招商永隆啊，即係差唔多呢一年啊，嗰個港幣、美金同埋人民幣嗰個利息咧，真係低得可憐啊！咁啊，希望咧招商永隆加把勁啦，有競爭先至有進步噶嘛。咁我哋就除咗港幣咧，我想同大家講，即係前幾日我發咗高級會員獨家文章啊，咁就係我持倉標的嘅1年、5年、10年嘅回報統計啊。咁啊，第一部分，咁內容咧就包括咗名稱啦、代號、現價、當時價、價錢嘅回報、利息、管理費嘅總結啊。就係表格化嘅資料咧，一目了然，絕對係參考買入標的嘅高價值文章啊！咁啊，呢個咧就係每個月2杯咖啡嗰個會員費嘅價值所在啊！咁啊，如果你唔睇咧，真係你嘅走寶啊！咁你如果唔想加入會員，你可以加入呢個嘅，淨係單獨買呢篇文章都係好平啫嘛！咁啊，可以嚟我嗰個 Patreon 睇一睇。跟住我哋講第三間啦，嗱，大家睇到咧，第三間就係嗰個創興銀行啦。咁我哋睇翻佢雲利率，即係網上做啊，港幣3個月咧就係2.6厘，6個月1.5厘，12個月0.8厘啊。咁啊，大家睇到我左邊、右邊咧，富途牛牛啊，即係嗰個嗰個稅啊，即係股息稅啊，即係我一個月股息稅咧都收唔少啊。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睇翻我嗰個 Patreon 啊，我會喺高級會員獨家文章嗰度公布翻嘅。好啦，咁啊就跟住咧，我哋睇一睇嗰個美金啦。嗱，嗰個美金咧3個月就係3.6厘啊，6個月3.6厘，12個月3.9厘。嗱，呢個創興銀行嗰個12個月嘅美金定期拍得住大眾啊，即係兩間都係咁高啊。咁啊就可以考慮啊。人民幣咧就係3個月
就係1厘啊，6個月 1.2 厘，12個月都係 1.2 厘。創興銀行嗰個人民幣都算係可以啊，咁啊大家見到咧，佢嗰個就係8月4號啱先公布嘅最新嘅定期存款利率啦。跟住咧，我又睇睇上海商業銀行啦。咁大家睇到咧，定存嗰個存款優惠啊，新資金7月28號開始，美金3個月 3.65 厘，6個月 3.75 厘，12個月 3.75 厘。咁但係咧，如果同創興同埋大眾比較啊，即係呢個利息即係冇乜競爭力啊。咁如果係舊資金咧，就港幣啊，3個月 2.78， 6個月 2.93， 12個月 2.98。咦，港幣嚟講佢又 OK 喎，即係差唔多去到3字頭啊。咁啊，美金咧就係 3.48， 3個月 6個月 3.58， 12個月 3.58啊。人民幣3個月 0.98， 6個月 1.03， 12個月 1.03 啊。咁啊，最有競爭力嘅都係港幣啦啊。跟住咧，我哋睇一睇嗰個中信銀行嘅 Inmotion 啊，佢係 Inmotion 先至係比較高嘅利息啊。咁我哋睇睇咧，港幣咧就高達 2.8 厘啊，美金高達 3.8 厘。雖然寫住高達 3.8 厘，但係如果比起大眾同埋創興咧，仲係低咗 0.1 厘啊。人民幣高啲喎， 1.35 厘啊。咁點樣先至攞到咧？佢呢度有寫到條件嘅，咁啊大家可以即係自己睇一睇啦。佢哋呢度咧就寫住就係啱先至公布啊，8月5號前兩日先至公布啫嘛，嗰個優惠利率啊。咁佢呢個優惠期咧就係由7月1號去到9月30號嘅。咁大家如果想做咧，可以考慮下佢呢個嘅利息啊。咁跟住咧就係富邦銀行啦，咁我哋睇一睇啦。嗱，富邦銀行嗰個嘅港幣定期優惠咧，就係7月8號先至公布嘅，不論新舊資金都有。咁當然啦，佢嗰個利息咧就可能比較低啲啦，我哋睇一睇啦。要去到50萬以上啊，咁啊個港幣3個月先至有 2.9 厘啊，6個月 3.05 厘。12個月咧就 3.05 厘。嗱，如果你有一大筆資金唔趕住用嘅50萬以上，咁啊尤其啲即係年紀大嘅人咧可以考慮啊。佢嗰個利息算係咁啦，咁啊 3.5 厘。不過我覺得即係遲啲可以考慮嗰個銀色債券都好過呢個利息啊。咁至於美金方面咧，就係不論新舊資金啊。咁就如果係美金去到呢個嘅65,000蚊，即係648，因為港幣等值50萬，3個月就有4厘啊，6個月咧就 3.9 厘，12個月都係 3.9 厘啊。好啦，人民幣咧就係要去到即係50萬咧，3個月 1.4 厘，6個月 1.4 厘，12個月 1.4 厘。人民幣算係佢最高啊，富邦咁，但係咧要大額存款50萬以上先得啊。好啦，最後大家唔好錯過我高級會員嘅獨家文章喺我嘅 Patreon 上邊啊。咁啊，做翻個免責聲明，呢個條片嘅所有內容均嚟自網上，不構成任何嘅建議啊。咁大家有啲咩嘅問題，歡迎留言，我哋下次見，拜拜。